平安，感谢主，2025年赏赐咱丰盛的恩典，平安喜乐的每一天。2026年的开始，求主保守咱的性命，每一时刻拢会当甲主结连。约翰福音15章第5节，耶稣安尼讲：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，点伫我，也我点伫伊的，就结果子多多。因为甲我3年，恁就袂做啥物。咱做伙来唱一首《住在你里面》。
满祝福伫咱的生命。以弗所人书第1章第7节到第8节安尼讲，念伫伊对咱对伊的会得到赎回，赦免罪孽，照伊稳定的服务，伊将这个稳定用各项的智慧甲财目，赏赐咱到满满。咱做伙来唱一首丰盛的应许。上帝感谢你，因为你有讲，伫耶稣内，阮就是新创造的人。主感谢你，互阮的生命日日更新。主啊，感谢你赏赐阮有丰盛的稳定甲应允。主啊，阮知，只要踮伫主内面，你就会互阮的生命结多多的果子。主啊，感谢你满满的稳定，赏赐互阮的生命会当有机会成做主你的囝儿查某囝。主啊，求你保守带领阮头前的道路，保守阮的生命、阮的心，会当回应主你的疼，互阮的生命会当成做荣耀主你的生命，互阮每一个人、每一个正兄弟姊妹，拢会当成做主你生涯的器皿。主啊，求你帮助甲阮伫地，阮安尼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用祈祷的心来唱这首《成为神迹的器皿》。
神迹的器皿。你神迹的器皿，被拣选出来，纯正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来宣扬主耶稣，彰显神的荣耀，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，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，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。我要传扬主的爱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感谢主，求主带领，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上帝圣洁的器皿。请奏乐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；既若伫我内面的，也着学乐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，毋通袂记伫伊一切的恩惠。世间情人拢着眼睛，天心了你的家。我去看路世间小事，当阮的一首诗。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中间百姓敬虔。三甲来吟圣诗382首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赞。人咸世间那迷茫，功名富贵拢空空，正是做世行，一万年不变老人，一万年不变老人。一代过了又一代，亲像草花同回荡，今仔日落无缘情，日日天主的工，日日天主的工。新春万里拢满心，有主也满我心心。因你大行所着做，叫主护我照尊敬，叫主护我照尊敬。红迎金的我金风，日日靠主健康心，今仔日落无缘情，愿有平安我最心，愿有平安我最心。阿门。请用《使徒圣经》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定是过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三坐全能的上帝大名，伊咧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神，公共教会，圣徒相康，罪赦免，肉体保我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角六启文33篇，启文33篇，以赛亚40章。恁究竟要将谁相比评上帝？要用心用上来合时比。恁也目看顶面，看自最创造者的，照小目带遐个万军出来，伊的一个称因的名，因为伊的大权能、大气力。连一个也无欠缺。雅各啊，你啥事讲？以色列人，你啥事讲？我的道路美没伫耶和华，我的案件无得到上帝的料理。你敢袂知嘛？你敢袂听见嘛？永永伫地的上帝，耶和华创造伊地极的，伊无野也无善，伊的智慧无通测度。野善的伊，互伊能力；软正的伊加添伊的规律。少年人也会善，勇壮人也会跋倒。独独我靠耶和华的，伊要得到所有的规律。伊要亲像鹰鸟，体势飞悬，结果照样袂行行也也无袂善。善。
过来3节过来吟圣诗62首 A 调，请细咧吟全首。3角来祈祷，感谢上帝，一年已经过过，感谢你保守阮，无论阮欢喜、悲伤、成功、失败，你拢陪伴阮。求主，互阮学习，将歹的交代互过去，好的留互未来。新的一年，每一个家庭拢有愿望，求主将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、福气赏赐予每一个主内兄弟姊妹。今年教会也有事工，兄弟咱3角有分伫福音的事工。祈祷感谢，靠主的名，阿门。
赞美，请圣乐队。
查考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载以西结书36章。36章26节，我要用新的心想诉恁，也搁要对恁肉体中拄起亲像少的心，想诉恁亲像肉的心。搁看一位。哥林书后书5章17节，所以人若踮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大拢变成新的。以上讲道。祝属美好的新生命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在今年2026年的第一个礼拜日，牧师要用30个圣经来邀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。这嘛是牧师伫讲道进前为咱伫心中的祈祷。求天父上帝伫新的一年，赏赐咱新的活命，新感到一定是好。那安尼，什么种的新，才是真正对我有利用？这个时代是足紧就换新啊！无论是3C的用品，无论什么，足紧的改变，新感到一定是好。但圣经讲是旧，又还是新。那安尼，圣经咧讲的更新是什么？今仔牧师为着咱选30个圣经，这30个圣经对咱来讲拢真熟。一段是上帝亲自讲，我要将一个新的心、新的神放伫咱内底。我问兄弟姊妹，伫今仔这个礼拜，你拍开你的耳孔，你嘛拍开你的双手来领受讲，主，求你将这个新的活命、新的心、新的神，什么叫做新的神？新的灵魂、新的上帝的圣神踮伫咱的内底。伊讲，我要用肉的心来换石的心。这句话怎样讲？石是无活命的石头，肉体的肉的心是代表有温度、有情感、有生命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伫新的一年对年头到年底，拢赏赐咱活得真好。有恁伫咱的教会。牧师对少年到即摆，我感觉讲，我无感觉讲我留伫即间教会是一个受苦无彩。反倒当伫咱的中间，我哪来咱感觉讲，即个家庭有经过真侪会欠缺需要，但是伫咱中间有一定有一股很浓厚的彼此相听的心，兄，这你感觉有无？愿天要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赏赐大人、囡仔、阿公、孙啊，都能够伫新的一年，对年头到年底，享受这种更美好的生命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伫你的至圣所，我用祈祷来开始新的一年。我伫你的面前设立这个圣餐的礼拜。主，我不但要食这个饼，不但要啉这个杯。主，我伫祈祷的中间，我要邀请主你家己，就是带有关联的圣神进入阮的内心。伫每一个阮所听兄弟姊妹，无论伫教会实体礼拜，无论是伫因的厝内，无论伫因咧旅行伫外面，伫手机顶悬，甲阮同心做礼拜的兄弟姊妹，主求你对天灵，将你的恩惠施落伫阮的中间，无一个人空空离开你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赏赐阮新的愿望、新的活命、新的态度、新的智慧、新的能力，求天父上帝换新一切，主啊，为阮做一件新的事。阮伫你面前恭敬来听主你的话，愿你的话照安尼成就，伫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因的人生的中间。
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大家伫新的一年。今仔只有3句话尔，兄弟姊妹，这3句倒去拢爱甲背起来。牧师为着要互咱好记，所以我无用足长，书文嘛无读前后文。其实咱读圣经爱对前后文读，咱才会了解讲即句话到底伊的重要性是啥物。但是今仔日无论是旧约、新约以及经句，这3句话，伊拢会当加做一个单一的，毋免头前解说，毋免后壁解说，伊会当加做真要紧伫你人生中间祈祷的金句。经过这段经文，你甲上帝讲阿妹的事，上帝赏赐你。所以第一个拄则牧师一开始甲咱解说讲新的心，新的心。第二，伫今仔日所互咱哥林多后书讲，既然有人踮伫耶稣基督内底，伊就加做新的什么？新的人。兄弟姊妹，穿新衫较简单，起码就有，对不对？但是人若要有一个新的命运，简单无？有真侪人伫即个世间咧找，会当加做伊的倚靠帮衬，来救伊脱离黑暗的关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干那牧师的祝福，是上帝差遣感动牧师为恁代祷。愿天父上帝为恁做一件新的事，这是今仔日的金句。上帝讲：恁囝毋知吗？我要为恁做一件新的事，就是我要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。我知影即句话是陈宗胜长老上爱一句话，嘛是伊用伫一生中间咧对上帝回应。伫人生中间有真侪阶段，无共款的阶段，有真侪计划，但是上帝最后所成就的计划，是一条行袂了，还是一条永远的路。兄弟姊妹，毋是讲陈宗正长老尔，兄弟姊妹，咱拢共款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这段时间回应你的祈祷。兄弟姊妹，你虽然检查咱今年的一个跨年祷告会人较少，但是咱也有机会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你将你想要爱有的新的愿望，你问上帝讲：上帝伫新的一年，你要带我行什么种的道路？兄弟姊妹，伸出双手来领受，用你的心甲上帝讲阿门。愿天父上帝伫新的一年，伊讲：看，我要为恁做一件新的事。兄弟姊妹，你的人生有需要有新的事发生吗？有真侪人30年、40年、50年如一日。袂变就是袂变，这种人当然我感觉讲伊有坚持，伊嘛有意志，伊永远坚持伊要爱 ，OK， 这无啥物大毋对。但是咱人生中间若是一个机会，若是一种的福音，若是一个命运，新代表什么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，上帝讲我要伫你的人生中间做一件新的事，特别少年的青年。愿上帝伫恁的人生中间，为你们量身定做一生的计划，一生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甲我的会差不多，也是讲比我较济，你会感觉讲我人生就等结束 ？No， 毋是。咱的人生无一个人咧等结束，咱咧等天光。乔治尔足出名的英国的首相，伊讲：当我个被重视的时候，毋能够吹熄灯号，爱甲我吹起床号。兄弟姊妹，人的一生是70，永壮通到80。70这个字对陈牧师来讲是今年上敏感的一个数字。但是拄开始呢，上帝甲咱做一个新的事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口号。什么是旷野？什么是沙漠？伫圣经中间，旷野、沙漠、黑暗。暗暝、死的山谷，这几项拢是人类无爱。但是圣经中间这几样的情景，是人生中间一个真要紧的。拄着上帝的时间，伫沙漠、伫旷野、伫暗暝、伫死的山谷，当一个倚靠上帝的人，伊要伫个暗暝中间去看到上帝启明星、上帝圣神、上帝伊的天使、上帝的恩惠对天降临。兄弟姊妹。上帝应允用圣经做咱的祈祷，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用这个来做开始。
说使你伫人生中间，若有遇到旷野，若有遇到暗暝，若有遇到荒漠，就是讲什么种的活命拢无，打扫扫，只有山。咱的人生若是即种的欠缺、空闲、孤单，今仔日个礼拜是一个祈祷甲开始。做牧师的人有时拢会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，因为因伫求助无门的时，因会到处找讲有甚物人会当食到咱帮助。咱的教会捌伫好消息频道有互人讲起，咱的教会嘛捌伫直播中间有人互相分享，所以牧师有时会拄到迄种敲电话来，要问讲牧师我着安怎做？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是爸爸妈妈，你爱帮助你的囡仔诚侪有能力照顾家己的人。咱的教会有一个叫做陈庄仁俊，兄弟姊妹，伊当年的圣诞节拢倒来咱的教会过圣诞节，因为这个所在亲像伊故乡，佮就是真正就是伊故乡的教会。兄弟姊妹，如果庄仁俊来当照顾家己遮好势，咱无理由通讲我无能力通照顾家己。所以基督徒有一个足要紧的生命的信仰，就是伊哪来哪有能力，甲家己照顾了好势。兄弟，这无比迄个其他的什么神迹奇事，佫较无重要。咱的人生好势，其实就是一个足要紧的荣耀上帝的功课。咱做父母的，毋是留财产互囡仔，咱做父母的，是伫囡仔的成长过程顶悬，陪伴伊建立正确的态度、正确的思想，然后教伊一项怎样照顾好家己，量入为出，能够成为有韧性、有活力新生命。愿天要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每一个人拢享受这种的祝福。人的一生若无暗暝，人的一生若无暗暝，就无精彩。咱拢讲我爱行伫光明的中间，若是日中昼，佫才是热天时。兄弟，你若看到这粒日头，你就烦恼啊，是无？兄弟姊妹，伫暗暝，伫孤单，伫困苦，伫欠缺，迄个时间，就是咱咧讲的刺激。伫艰难的中间，人要拄到上帝的帮助。咱用安尼来开始咱新的一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所有你身边的人，有的人破病，有的人伊最近的工作无顺，有的人伊伫人生的十字路口咧找何去何从，有的人伊感觉孤单，伊的生命需要有一种的困难。无有一个上帝比咱的上帝更较欢喜听人的祈祷。这礼拜我接到一通电话，伊就是咧讲牧师，我要安怎做？我真混乱。伊问真多问题。伊讲我敢一定爱洗礼了后，教会才会当帮助我？敢讲我一定爱洗礼了后，我会当得到耶稣的帮助？因为伊去找真多教会，逐间教会拢要求伊爱先洗礼。几啊间教会是安尼，兄弟姊妹。上帝敢有因为咱无洗礼，就拒绝咱信耶稣？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毋是干那为着基督徒，对无？所以我甲迄个青年鼓励讲：你免烦恼，这毋是银货两讫啦。信耶稣毋是买啊！你来遮买一个产品，你摕钱来买，毋是。你试看觅，你细汉你阿嬷教你的举香拜拜，你今仔日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来领受一份上帝祝福，嘛毋是干那基督徒有这种属灵的智慧。我夜捌看天，看你的手所做的，看你的指头啊所安排日过星辰，我忽然就感觉，我无搁再孤单，因为浩瀚星河遐尼空旷。伫这黑暗中，我才感觉有一种的踏实，一种的平安。上帝啊，你哪会听我遮深？愿这个听代表的上帝，伫此时此刻，兄弟姊妹，帮你的心，互你知影，伊甲你三甲伫地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基督徒才有这智慧，
嘛毋是圣经才有写这个智慧。无久之前，牧师捌甲恁分享一本册叫做《寻路客》（The Wayfinders）。牧师问一个问题，因为本册我读了后，我问一个问题，我讲圣经的历史是了不起是4000年，还是讲对亚当开始对创世纪？但是阿彼拉是4000年的人，所以基本上圣经的历史有文字的记载是遮尔短的时间。伫还没有圣经之前，上帝创造人类了，伊就翘脚练喙手，啥物拢无做嘛。上帝伫伊都无圣经之前，上帝敢有讲话？100%，上帝伫创造天地了后，迄个7天毋是结束，人类通过100万年。最后才有这本圣经，真正这本圣经的100万年前，上帝创造天甲地的时，人类无明的时阵，上帝已经咧对人类讲话，只不过是咱是幸福的人。这本圣经白白来到咱的手中，咱早前的信仰的前辈，伊将圣经翻做咱的白话字，伊将圣经翻做咱的中文，伊将圣经印出来，互咱大家。也未有圣经真正上帝就对人类讲话，所以代表毋是第一个看到日月七神心中有智慧的人，毋是。伫希腊、伫中国，拢有这种人。伫中国有一个叫做老子啦，伊写一本册叫做《道德经》，好亲像就是箴言同款。希腊耶稣出世500年前，嘛有一个科学家，伊用一句话叫做 logos。翻出来，拄仔就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：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相甲伫地，道成肉体来到世间。伊所讲的 logos， 甲老子所讲的道，甲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上帝无弃杀伊所做每一个。原来伫今仔日礼拜所听的弟兄们，看到你心中的天空，你讲牧师，我要安怎看到我心中、我心内心的？天空呢？所以听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咱的脑海中，伫咱的感情中间，拢有一个宇宙。你明白吗？伫你的思想，伫你的感情，上帝为你创造一个新天新地。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搁一摆甲咱讲，我要为你做一件事。兄弟姊妹，你都爱甲上帝讲。上帝，请讲，你的家字敬畏来听。也在你敢知这个祈祷偌重要？上帝，请讲，你的家字恭敬来听。你欢喜恭敬听圣经的话吗？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要改变咱一生的命运。上帝所应允一切的祝福，拢有写伫这本的圣经的内底。愿天父上帝带咱读圣经啊！咱的心是一个神圣的空间，外面的旷野沙漠是一个地理的空间。人有可能伫山尖的所在，人嘛有可能伫咧死荫的山谷，人嘛有可能伫这个旷野旁的，咱来讲沙漠，伫遐拄着上帝。耶稣教咱一个功课，伊要开始一生的工作进程，伊承认40天。你会记得故事无？40天伫旷野中间，遐安静伊心中的焦躁甲试探。耶稣留予咱一个功课，咱的心内有一个神圣的圣域、神圣的空间。这个空间就是你甲上帝相拄的所在。牧师所形容的讲，咱的心中、咱的思想、咱的感情，是一个小宇宙，这毋是一个形容词，兄弟姊妹。你若愿意互上帝圣神入你的生命中间，海阔天空。兄弟姊妹，足实在。你若愿意互上帝圣神入你的心内，海阔天空。愿天父上帝回应咱中间有需要的人，有需要的人体用。咱来做礼拜，毋是来做参考，咱是来追求上帝。上帝此时此刻。是我的生命新的开始，这毋是干那2026年，是对今年到一生的路尾。
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3句的经文，兄弟姊妹，我知影有的人已经背起来啊。但是如果你若还未背起来，牧师要鼓励你，这30个圣经一定要背起来。你甲上帝说讲，主，我知影，你要为我的一生做一件新的事，不是别人来做的。我要成为不一样的人，因为我的一生是你量身所定做的。我唔免去模仿别人，但是我会当学习跟随敬畏耶稣的人。我唔免模仿别人，这会让我心内有感动的，无论是信仰的前辈，还是咱的长辈。你若感觉伊真可敬，唔是因为伊是神，真有可能是因为伊有敬畏耶稣，伊有活出耶稣所享受伊好的无比的生命。就因为安尼，咱嘛因为伊的见证，咱的生命就走上我们自己的好命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牧师要甲咱讲2个祈祷，第一个祈祷，主求你为我的生命成就更美的事。你要问牧师讲，牧师伫什么所在有记载更美的事？恁去读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这本册内底底尔嘛无底啦，10几章，伊内底7摆讲到 better life， 更美的盼望，更美的财产，更美的生命，人生当中更美的上帝的应许。7摆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上帝面前勇敢祈祷。第一个，牧师要鼓励咱的祈祷，该记伫你的周报顶悬，倒去写伫你的精美的你的日记本顶悬，你甲上帝讨。2026年的一开始，我要甲你讨一个，今年要更好。求天父上帝互咱第2个祈祷。你问上帝讲，上帝伫你的圣经中间所讲的新生命，优质的新生命，到底是什么？对着牧师提出一个反面的思考。我问你讲，新的感觉一定好，是无？足多人爱使特斯拉，因为伊即摆是全世界上行的电动汽车。但是要叫我开，我会惊呢。万一若无注意去导火，对车底烧起来，有诶听讲人迄门开袂开，走袂出去，变成行鸟巴都行喺内底。心无一定好，但是圣经内底就讲新生命，是咧讲什么？或者你来问牧师私底下真欢喜，用一段时间较详细甲你解说。圣经中间讲新，是心中的新。但是你嘛会当伫你的祈祷中间，你安静，上帝会甲你讲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2个祈祷，真做咱今仔日过新年中间所领受。第一，我要甲咱分享讲，圣经内底咧怎样讲新生命？今仔日圣经无论以赛亚第43章，伊讲，我要为恁做一件新的事。以西结书36章26节，伊讲，我要将一个新的心、新的灵放伫恁内底。我要将麻的心换少的心。这条牧师有小可解说。石头的心代表心硬，石头无活命，石头无温度。麻的心是什么？有感情。这个麻的心会回应讲，哇，有一种温馨的感觉，上帝啊，你来了。麻的心是一个有气息的。上帝创造亚当原起头不是石头，因为亚当的名，这个犹太人的旧约的圣经的字，希伯来文叫做阿达玛。阿达玛甲阿当是共希伯来语的字根。这个字阿达玛叫做什么意思？泥土啦，黏土。所以阿当是土做的人。但是你会记得故事安怎讲？上帝照伊的形象创造亚当了后，伊做一个动作，伊将开气分入去，这个无活命的这个土角，伊就真做有活命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应该按手祈祷讲：主恩我分活开，主恩我分活开，互我活得像人，
活得像人。兄弟姊妹，互咱活得像耶稣基督。奉主耶稣基督伊家己的名，甲伊所讲的应允。伊讲：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互人得啥？丰盛的生命。你相信吗？愿天父上帝伫新的一年赏赐咱，圣诞节足趣味。陈牧师宣布讲，今年无要发圣诞礼物，咱要将这圣诞礼物送到灾区。恁拢无注意哦，但是你来看合一的录影的时候，你才看到，伫咱中间有个囡仔安那，脸马上垮下来。我苦苦等的就是一年圣诞节礼物，但是当迄个圣诞老公公行出来，迄面就随便，嘴唇开去。目睭足大嘞，哇！真正毋是我牧师要讲，牧师无看到，因为牧师第二讲来顶管。但是后来牧师咧整理咧看以前咧整理即个跨年祷告会，所整理迄个圣诞遐节庆的，你若甲伊停过，你就看到真侪会感情的回应。兄弟姊妹，咱拢真可爱，咱的囡仔嘛拢真可爱。上帝听咱嘛，上帝嘛听咱的囡仔，你阿们吗？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让咱分外开，新的画面是代表什么？新的愿望，新的开力，新的旅程。这个新的内底有真侪特质，用阮牧师小可解释互恁听。但是恁爱伫心中讲，自我期待，伫新的一年，互我无照旧年共款，拢旧事重提，老事重谈。互我唱一条新的歌，互我做件新的事。每一年有惊讶，让你感受到今年的圣诞节又跟去年的圣诞节不一样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圣经内底咧讲的新，毋是无存在，伊是回到原起头，上帝所赏赐你的画面。英语叫做 renew，renew 的意思就是讲，重新甲咱切落清气。亲像咱的镜，你若无定定甲伊切落清气，迄个镜会卡着啥物？卡着灰尘。咱的生命起头就已经带着足水上帝创造，因为创造阿当了，伊讲好的无比。圣经讲，伊看伊所创造，逐项拢好。兄弟姊妹，毋通看家己无好，毋通嫌待家己。嘛毋通，甚至何牧师想要讲一句话啦，嘛毋通嫌台湾啦，好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新的一年，咱对圣经看到，伊这个所在讲，我要赏赐恁一个新的心，这个心是情绪的，原本的字叫做礼拜，就是讲伊有思想。牧师要甲恁解说一句圣经新约内底字叫做 logismoi 有啊。这个心就是内底有一个情绪，这个心内底有一个情欲。这个心内底有一个想法，所以牧师捌通过古伦神父所带来的古老灵修的，伊咧讲起人的存在有一种心灵，迄个 logismoi， 这个字对逻辑延伸出来的圣经内底，伫旧约叫做礼拜，有感情，有温度，有生命。兄弟姊妹，你爱食做有热度的人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因为咱的存在，人拢感觉这个人的生命很有温度。伊咧讲话嘛，真有温度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祝福你，互你带着上帝伊家己所赏赐。伊讲这个肉的心，伊讲我要甲因放伫你的内面。兄弟姊妹，边放你的内心。你若愿意和上帝做主，你的生命会不一样。咱若无愿意和上帝做主，上帝有愿听咱，有愿拥护咱，但是你可能只会剩下你自己。像你今天牧师无甲咱恐吓、情绪勒索，无耶稣是咱的顺性，有耶稣毋是咱的当担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保罗讲，见老人伫耶稣基督内，感谢异民一道来哇，教会生活对亲像哇起来安尼，
昨本在讲无聚会，但是听讲有一个刘一鸣对德国今仔做礼拜上远的所在倒来。昨暗的圣歌队伊也来，伊也来，伊也来。有友就甲我讲，爸爸今仔上来，上来。毋是讲美秀无够教圣歌队啦，嘛毋是讲美秀无魅力，毋是。因为咱拢想要看一个咱足久无看见的刘一鸣。遐尼姊妹愿天父上帝施恩赐，今仔所敬的这条圣歌队所唱的歌是啥物题目？在基督里，愿这间教会是伫耶稣基督内底，愿你的人生是伫耶稣基督内底。你敢知影伫耶稣基督内底，你的生命要有多大的幸福跟改变？兄弟姊妹，牧师毋是咧卖西瓜，破开讲足甜，毋是。圣经是在咧讲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伊毋是干那叫做新创造的人。圣经耶稣甲伊讲，你要食做一个有能力的人，因为我是葡萄树，你是葡萄枝，离开我，你就袂当做什么。牧师捌用这节的圣经甲咱讲，军队耶稣的人要食做 can do person，can do 就是讲有能力的人。这是一个英国的牧师，伊伫讲道篇中间，伊讲一篇讲道叫做在基督里。伫伊中间有一个主题，伊讲，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内底，伊就真做有能力的人。英语叫做 can do， 在我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教会这新生代，您成为主堂教会的骄傲，你嘛享受上帝所给您新的生命，展翅上腾，无论到天涯海角。勇敢去，上帝要带领咱的人生。伫这个所在，搁落去，伊讲一个最要紧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过新年最新的事，老狗变不出新把戏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新的一年，咱有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有策略的灵、有能力的灵、有知识的灵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，伫耶稣基督的内底。耶稣就带予咱这种圣灵所带来的能力。愿天父上帝甲咱在座兄弟姊妹同在，予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讲新创造的人，就是一个回归，重新甲咱荣耀的身份，重新摕倒来。咱是啥物人？咱是天公仔囝，兄弟姊妹，你喊手讲阿们。我是天公仔囝，伫我的人生中间，若有上帝无迄种伊无法度摆平的事情，在我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新生命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好、修和。对今仔开始，咱更较清楚知影讲，原来我毋是一个阿猫阿狗，原来我毋是一个无人爱的人。原来我就是上帝小命命，伊的宝贝仔囝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互上帝听，陪你一生吗？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，我问今仔日这经文对你来讲有意义、有感动、有鼓励，互你忽然你决定讲，主，我知影。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主我知影，你是摇花屹立的上帝，毋是敢若圣经讲，主你更新我内面这个人，我内面这个人原来真敖，互风吹草动，但对今仔开始，我内面这个人要成做一个真稳定、真成熟、真有智慧的人，像这你愿意吗？你爱吗？咱不爱去做迄种风吹草动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咱来今日礼拜，伊讲上帝将伊的灵，搁一摆分入伫咱的内底，互咱拢返璞归真。圣经咧讲的新，其实就是真。返璞归真的意思就是重新倒来到上帝的面前，
重新伫上帝的话来学习做人，返璞归真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圣经有真侪即种的描写，特别是伫圣经的内底有一句话讲：求你甲我做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重新有正直的心。兄弟姊妹，即句话非常的重要。一个人无论伊外有智慧，无论伊外有学历，无论伊外悬的社会地位，如果内底若无清洁的心，无正直的心，有时候活得不像人。咱这不是咧骂人的话，活得不是真正的像咱的上帝，迄种荣耀的生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牧师小可帮助咱。我用几个小字词，新的价值思维。以前你看什么叫重要？以前你看什么叫做有价值？你绵绵唧唧一世人安尼努力打拼，流汗辛苦，较拼都要拼死。但是上帝的圣神要帮助咱有一种新的价值思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新的态度。你若有发现讲有一寡习惯、一寡行为、一寡态度，甲圣经所讲的无同款，兄弟姊妹，安静。你对你的心拍开讲，主求你解说互我听，今摆我所选择的，甲圣经所讲的。我如何结合在一起？兄弟姊妹，无绝对，人中间无绝对的标准答案。但是上帝圣神有美丽的答案。你若愿意听，你有新的态度。因为圣经哥林多后书第2章，歹势我袂记是真书后书，应该是真书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伊讲，若毋是踮伫人内底的灵，就无人会通明白上帝的计划、人的事。若毋是踮伫人内底的灵，就无人会通明白上帝一切的奥妙。上帝圣神入咱的心，咱要有信望爱，但要对某一种看袂到的代志有坚定的信心。我虽然看袂到上帝，但是我相信。伫我一生中间，上帝为特别的安排，信心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，信就是未捌看见的代志，伊会安那，伊会证据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个祈祷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，伫新的一年，我要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我的态度，我的品格，我的思想，我的灵魂，我的气力，求天父上帝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到 better life。第二个，牧师要甲咱做分享的，你感觉伫你人生中间什么事更较好？现在你会当有主张，兄弟姊妹，上帝创造咱毋是 AI 的机器人。比迄种有学习能力的机器人更像人。即摆人类已经咧夸口讲，伊会当制造一种有自我学习能力的机器人。你讲牧师伫啥物所在？你咧用 ChatGPT 啊， Chat 你若问一个问题，你下骹佫第二个问题，伊会照你的问题用学习的模式去读你第二个问题，伊会根基在那个基础。AI 已经我都累积上，但是人比 AI 更加厉害，这你要相信上帝所予咱的。咱会当伫伊面前问讲：上帝求你开我的目睭，圣神求你助我读圣经，请来圣神踮伫我的心内，互我明白我一生要做啥物较好，我一生要做啥物较好。传道书3章伊讲：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？一个足有智慧的所罗门做国王，以后咧找什么是命运幸福，甲一生中间上重要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咱无一定要做到这个地位，但是咱有权利，有主张的权利，因为上帝创造你甲我，
伊是要互咱这做有主张的人，不要怀疑。所以上帝才会创造一种的物件，一种的特别特质，叫做自由意志。你捌听过这个字无？自由的意志。上帝创造人了后，伊做决定、做选择，迄个自由的意志，放伫人的生命中间。但是2000年来有真侪反省的领袖，伊讲人有罪，因人误用上帝所赏赐的自由意志。有一寡代志圣经有讲唔好，上帝嘛有甲你讲唔通，但是有的人偏偏我都别安尼，就不别安怎。这叫做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因为上帝要甲咱恐吓，上帝所讲的话，拢是要为着帮助咱活出美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唔免惊伊，爱享受伊做咱生命的天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牧师甲咱分享讲，伫希伯来书内底有7摆，兄弟姊妹，恁会当去用迄个电脑的这个经文的搜寻，一种叫做信望爱，一种叫做 ChatGPT。ChatGPT 更较厉害，比信望爱更厉害。信望爱你爱问我足精准的，迄个 keyword 爱足清楚，伊才会造出来。但 ChatGPT 你会当讲，你有一个想法，来讲好像圣经有讲到这种想法，它是写在哪里？牧师甲恁分享这个好用的物件。圣经介绍有一种的，牧师捌讲过一种的想法，这个想法我唔知伊记伫什么所在，我嘛袂晓讲到足精准。伊敢有这种想法伫圣经内底？伊写伫什么所在？兄弟姊妹，Chat 伊就甲你讲，哒，对新约甲旧约中甲你讲，可能无遮尔完整，亲像你所讲的，但是有类似的想法，伊写伫什么所在？我哋今仔这个时代，你若频繁读圣经实在是足讨济。兄弟姊妹，因为咱活在这个 AI 时代，咱更容易读圣经，你更容易唔免倚靠牧师，你更加容易，你会当单独甲圣经、甲上帝合而为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，拢享受读圣经的智慧、甘甜、甲宝贝。圣经中间，你若甲伊所寻信望爱，甲伊所寻讲，如果要对第一本册叫做《希伯来书》，到上尾一本册叫做《希伯来书》，你可以甲伊范围限定伫《希伯来书》，你甲写好还是美好，你就会读到这7节的圣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在耶稣里有更美好的生命。你要吗？好消息频道福气的人生，互我有一个足大的尊荣。伊要求我伫圣诞节讲一个信息，圣诞节的信息。我伫好消息的这个节目顶端，我讲迄个题目，我捌甲恁讲过，叫做有一份礼物。兄弟姊妹，牧师佫甲咱讲，上帝甲咱准备比圣诞礼物更棒的生命的礼物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圣经咧讲的更美好，有真侪形容词，好的无比，佫有这种的好，比黄金佫较贵重，比芳芳的蜜佫较甘甜。兄弟姊妹，愿你的人生是一种幸福满满的感觉的人生。也愿上帝圣神伫你的内面，互你听有，互你有温暖，互你成做有温度的人，互你无走互上帝足。阮兜迄只咪咪那子，阮拢毋敢甲放开，因为放开伊就走互你足，因为伊感觉你是要甲伊耍，你甲放开，但是你要甲伊耍。兄弟姊妹，咱毋是甲上帝耍，咱嘛无走互上帝足，咱甲上帝养成一种紧紧跟随、亲密的关系。上帝通过安尼的态度祝福恁的人生。我用这句话来做结束。这个人叫做约翰卫斯理，我真爱这个人。牧师捌甲恁分享过伊的祈祷，
伊讲上帝叫你享受我100个同工，是啥物拢无爱干那爱你，是啥物拢毋惊干那惊你。这句话帮助我成做我的庄孝生这个性格的人。我伫真侪公众的议题的内底，甲我的所属归属的团队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这个牧师是英国足出名的卫理公会的牧师，伊影响英国近代足大的信仰，因为伊类似于是迄个清教徒的这种的派系教会的精神。伊最后要过身之前讲一句话，牧师要读互咱听。伊所讲的话讲：我一生最美好的事情，伫我一生中，我感觉上好的代志，就是上帝甲我同在。毋是我甲上帝同在哦，是上帝甲我同在。英语叫做 the better of all， 就是讲，伫我一生中我所有的代志内底 ，is God is with us， 但是伊是用讲上帝甲咱同在，毋是讲上帝甲我同在。但是为着要表达伊，这是伊的最后一句话，伊的感情，所以我改做单数的第一人称。但是伊所讲的话，其实是甲伊身边的人讲。只要呢，上帝甲咱同在，咱的生命好得无比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给你一个没有遗憾的生命。你若对着人，你的生命会无共款。你会当对真侪好的牧师，你会当对真侪信仰的属灵的导师，但是更加要紧，兄弟姊妹，爱对耶稣。因为所有遮个咧帮助咱信仰的人，因拢咧对耶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这个耶稣互你对，也愿你一生对耶稣。愿这主耶稣讲，马太福音最后1章28章最后一节，恁对看。所以还有一句话讲：我就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尽头。赞无？应该拢无反应。我就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尽头。这是偌尼大的承诺。愿这主耶稣甲你我咱三个弟弟，咱来祈祷。至圣的主耶稣，阮恭敬伫你的圣殿，因为教会是奉你的名所设立。你也赏赐阮一个新的名，叫做基督徒。你不但赏赐阮一个新的名，你嘛赏赐阮一种新生命。也因为你所祝福的所有的亏难，互阮信仰的前辈保罗讲：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主，愿你祝福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有时阮的主张若无下你，求主你赦免，求主你帮赞，求主你用你慈爱的声，带阮倒来到上帝你家己的心意，互阮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。主耶稣，阮将教会交行伫你的手中。主耶稣伫今仔日所讲的每一节的圣经节，求你清楚写伫你家己的囝儿甲查某囝的心内，特别互阮众人拢会记得，你必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尽头。主耶稣，阮感谢阿罗你，奉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
来吟圣诗，准备来守圣餐。咱来吟圣诗218首。主，我大救恩爱见你的面，对接受物件来甲主杀亲，用坚固相求，紧叫你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，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讲：今仔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今仔咬喙打翕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甲伫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，也就是照保罗所讲记载。因为我对恁对主领受，也捌传授互恁，就是伫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，伊有擘饼祝谢讲，即个饼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即个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咱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恭敬自责，伫你的圣殿内底，阮要守圣餐。自古以来，你甲每一个基督徒，
甲每一间奉你的名所设立教会同在。你有教会成做社会的记号，互人知你用听用圣洁的话名来建立这间教会。主耶稣，你有祝福阮，见有人用祈祷、用圣礼典呼叫你的名，你就甲阮三角伫地。主，阮恳求你来到德堂教会，伫今仔日的圣餐，主你亲自甲阮做伙，主你来主持这个圣餐，用阮你的萝卜。用这个饼交行你的手中，互阮领受这个饼时，阮就体会。主耶稣，你的活命是为着阮拍破；主耶稣，你的宝血是为着阮流出，互阮对你亲自来领受。伫十字架顶悬迄种，会当互死成做国活的活命。所以伫你面前恭敬，将这个圣礼典交伫你的手，求主你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，成做你的恩典。成做你的活命，成做你的祝福。我咱恳求祈祷我耶稣的性命。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世间人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来请陈忠胜长老来旁边，佮请殷红长老来旁边。这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用感谢，用祈祷。来领受这个圣餐的饼，咱虽然未看得，但主耶稣已经成就了这种救恩的听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做伙来领受，咱用感谢，用祈祷，咱对主的手来领受伊所享受活命的真饼。主耶稣讲，我就是活命的真饼，对天所享受。伫祈祷中，咱甲主耶稣讨讲：主，当我食这个饼，主你的活命充满我的生命，养起我，互我无搁再夭饿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饼，也是伊的身躯所设立的。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敢有人也未摕到圣餐的饼？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敢有人也未领到圣餐的饼？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流血牺牲拍破的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也来旁边讲，这个杯就是主要我的宝血所设立的，这个杯就是信仰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来请邱吉长老，啊，请书记长老甲这个冯娟长老来旁杯。这是主要所基督身躯，为着阮拍破的。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，为着我拍破的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为着咱所流出。亲爱的姊妹，
爱用祈祷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互我当着稳定的滋味，主互我当着稳定的滋味，主互我当着你稳定的滋味，主伫你的圣殿，我仰望你，主求你互我当着稳定的滋味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，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，这个是你用你的宝血所设立的，我们行安尼纪念你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。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。敢有人无捧着圣餐的杯？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。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同齐来领受。逐摆咱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同心来感谢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圣餐，真侪阮灵魂的食物，搁互阮会通明白，你实在疼惜阮。阮也真侪耶稣基督身躯的肢体，就是受祝福的百姓，伫你天国内面的子民。主啊，愿恳求你接纳阮的祈祷，搁一摆接纳阮伫你面前奉献家己做活祭，求你用你的慈爱来接纳，搁用你的圣心来扶持帮赞，互阮会当持续这个圣洁的日子，互阮通用阮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来准备奉献，咱用奉献来回应主耶稣的听。
请郑牧师。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，耶稣听你心里相依，耶稣听你心里相依。咱来吟这首诗歌，互相祝福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。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脱离黑暗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，带你进入光明国度。听你，依偎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阿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虽然特别为着刘连勋兄弟来祈祷，注意最近身躯欠安，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。利用你的圣手抱伊，主你，互伊伫伊的肉体顶悬来得到新创造。主你是活命的主，你有医治的权柄，你有怜悯甲慈爱。主求你特别甲刘连勋兄弟三角地带，我嘛为着阮中间有人身躯欠安的人，我要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阮的心互因的心欢喜，因的灵快乐，因人肉体。通安然徛起，照顾阮的士大人，照顾阮的长辈。对今年新的第一礼拜，一直到年底，每一天日出到日落，主你赏赐阮的长辈甲士大人，伫因的肉体、伫因的心情顶悬，拢担着主你稳定的滋味。主祝福阮的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，阮手要做的，阮所求的，主愿你的运费，甲因三角地带。互因事事亨通，互因手所做的工得到上帝你的成就。主你祝福阮的教会，将做一间见证上帝你稳定的教会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对年头敬拜你，到年底嘛敬拜你。到阮的一生，阮拢要跟随你。愿主你的慈爱踮伫阮的生命中，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性命。阿门。咱来请刘一鸣来头前，咱为他平安回家，咱来甲上帝感谢吼。咱来祈祷，主阮足欢喜看到一鸣倒来，对阮的心中充满足深的感谢。至少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将刘一鸣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主你施恩赐福。互伊各方面顶悬得到保守，主阮真欢喜你带平安倒来过新年，互爸爸妈妈看到伊心内欢喜，会当带互伊的爸爸妈妈真侪，无论是伫心灵中间的快乐，无论是肉体中间的快乐。主你祝福即个囡仔，毋是囡仔，主你所祝福即个你手中所栽培大汉的阮的教会青年，愿你甲伊三角地带，互伊。对于找家己将来人生的道路过程顶悬，上帝你站站引带，主你加天对天人来开力，特别圣神保守伊出入，互伊事事亨通。阮伫你面前祈祷，我给他所有生命。阿门。耶稣爱你，很感谢感恩。咱来请生日的人，生日的人今仔日有几位吼？刘怡义、一婷这个议论，佮有谢坤。陈牧师还有庄孝胜，那个佩玉、黄怡，咱的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好不好？所有人3个礼拜是下个礼拜。明天。我看无念着你的名。来，咱来祈祷，咱做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。
阮做伙庆祝生日，主你是阮稳定的主，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特别祝福苏龙，互伊的生日，主你用油抹伫头壳顶，互伊满满上着你所享受天地内一切你所备办的恩惠。主，阮真欢喜，阮甲新会，阮做伙真接近的生日，阮做伙伫你的面前领受你对天地内的祝福。主，阮当坐徛伫主你使阮做成的事，阮会当用感恩恭敬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。主，你填满阮的杯，互阮的杯会通食做分享的杯。当阮担着这个稳定的杯了后，阮要将这个杯捧到阮四周围亲人。主，你互阮会当得福音的好处。专伫你面前互相祝福。伫生日的时，求你特别纪念无伫阮中间的几位的兄弟姊妹，甲依依、一婷、玉伦，佮阿坤，佮有佩瑜、黄怡，甲我的兄哥浩昌，佮有信根。主，你甲阮三个弟弟，互阮伫每一届过生日的时，阮用感谢献做祭，用阮家己本身做活祭。主，也求主你使用阮，互阮伫阮的一生中间无浪费阮的时间，阮会当为你做你所欢喜、佮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。主，你享受快乐甲能力，享受恩惠甲慈爱。阮能恳求基督我家所性命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咱来请师会来报告，好，咱请师会来报告。咱顶周的聚会，咱家己看。本周的聚会，主礼拜日早起9点半伫教堂。跨年祷告会。跨年祷告会唔免啦，就过去啊。祈祷会拜三暗伫礼拜堂，查经班拜六早起暂停的暗时9点半伫线上。圣港的服侍后礼拜四的陈荣宏长老、领诗刘义成兄弟、司琴刘一鸣兄弟、书院交代刘宇生、詹文芬执事。爱餐郭玉玲执事，新安讲的读经表，咱照安尼家己领收。具体交通，本主入供守圣餐，请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疼，领受主日爱餐后，召开中执会。第二，1月18举行2026年年度车证会员出席参加，袂当参加的，请爱请假。第三，1月17拜六上午10点，保利欧家园第1期落成感恩礼拜，请兄弟踊跃参加，甲祝福。还请于亲订过，以便做上好的安排。奉献报告咱家己看，毋着总过价来反映。大道事项为身心欠安的庄仁旭、黄宏仁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大道。第二，为教会青少年心灵、课业升学、考试祈祷。第三，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祈祷。第四，为出国伫外的青年刘一鸣、林宇轩、刘义新大道。以上。再来念上行513首，请记录念全首。我。
主耶稣基督恩惠、天父上帝主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当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